国内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，明年2月开始，政府就来针对这个大校内宿舍的大学生，每一个人逐学期拢会当补助5000块。这个政策打算要伫后礼拜四的行政院会来定案。有大学生甲这个长期关注税厝问题的崔妈妈基金会，因是拢真肯定这个政策，也毋过嘛建议讲会当来改善一寡大学宿舍的这个床位无够，也有品质无好的问题。车来去的台北市，侪学生上北读册，宿舍费用定是真大的负担。教育部表示，为明年2月开始，针对大专院校住伫校内宿舍的学生，每学期也通得到政府的补助。估计后礼拜行政院会会定案。每个学期是5000块钱的一个补助金额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说学校的住宿金额没有到5000块，我们就是补助到跟他的住宿费用是相同的。那另外，如果是低收、中低收等经济弱势的学生，每一个学期的补贴会提高到7000块钱。今年读世新大学4年的 Sherry 讲，以因学校每学期校内宿舍费用上悬到5万块来讲，这个补助通减轻学生真侪负担。但是，亲像世新大学就有宿舍床位无够的问题，通得到补助的人伊认为无济。因为校本部说的，我刚刚讲到就是比较贵，然后再加上名额又少，对，所以说其实我们班，就我所知有住在校内宿，大一时候有住在校内宿舍，只有2、3成。长期关心税厝问题的崔妈妈基金会也指出，除了一寡学校宿舍床位无够，真侪学校宿舍也够有老旧的问题，需要政府到改善。可能就是老旧啊，甚至漏水啊。当时教育部他们是有笔经费的，那这个经费是可以让他去改善学生宿舍，但是变成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成效是缓慢的。教育部表示，这个补助是针对住学校宿舍的学生，但是住校外的就会当去申请内政部的厝税补助。不过，薛瑞甲崔妈妈基金会拢指出，有侪厝头家并无愿意互厝家申请厝税补助，惊互政府扣税。政府虽讲有好意，不过嘛是看会到，食袂到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